继续健康的话题，来关心高雄这查某囡仔，趁过年进前找赤字的师傅来赤喙唇。古早讲是拍鸟喙，无想到几日工后，规个喙唇过敏红，搁痒搁肿，亲像是敢若面具共款。赶紧去医生看，医生讲原来是用红色的粘剂过敏，改在治疗3天了后就好啊。后来黑面青安吉丽娜求你的喙唇真高真好看，真侪人拢照欣赏呢。不过高雄一个查某人去拍鸟喙了后，喙唇煞真甲袂输那烟枪共款。他去朋友家里去染那个红色的刺青，就染了那个礼拜以后，开始皮肤就开始红肿，红肿以后开始有点溃烂，所以我们到来求诊的时候，我们很明显的确定他是对这个刺青的染剂产生过敏。查某人的朋友是一个文秀的师傅，伊趁过年进前去拍鸟喙，想袂到过几工了后，喙唇过敏、红肿、闭气，佮不人，伊照镜了后，惊甲赶紧去予医生看，经过治疗3天才好。过敏比较厉害的时候，你就要给他口服药，口服药是口服抗组织胺跟口服类固醇，让他吃2、3天。那这样的话，他的过敏就很快就会缓解。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没有办法去缓解，对这个染剂还是真的一直在过敏的情况下，我们就要用比较谨慎考虑，需不需要把这个刺青把它洗掉。拍鸟喙嘛是赤痢的一种，尤其是定用的红色的粘色剂，上接发生接触性的过敏，较严重的会变做黑卡。皮肤科的医生嘛提醒民众，一定要注意家私有清气无，甲粘色剂的成分，才袂开钱做美容，买啊煞破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